好多人都問我點解會唔驚黑猩猩，我都唔知點解㗎。可能係因為我覺得我哋對望嘅時候，其實同望住一個人冇咩分別。你睇下佢係咪好似街邊有個阿叔望住你咁啊？跑上跑落半個鐘頭之後，我哋終於見到第一班黑猩猩坐喺我哋面前食嘢啦。1960年，當年只有26歲嘅 Jay Goodall 嚟到呢度，第一次發現黑猩猩都識得製造同埋使用工具，打破咗只有人類先係工具使用者嘅定論，震驚咗成個科學界。黑猩猩平時主要食水果、樹葉、堅果同埋昆蟲，但係佢哋有時都會捉下啲小動物嚟食。你睇下，佢而家用條棍喺度吊緊啲白蟻嚟食啊！為咗保育公園裏邊嘅野生黑猩猩，呢度都有唔少遊客規矩㗎，例如係一定要戴口罩啦，同猩猩要保持10米嘅距離，仲有同一班猩猩就唔可以觀賞超過1個鐘。其實黑猩猩同人類有99% 嘅 DNA 係一樣，係我哋喺地球上面最近嘅親戚，所以同我哋嘅情感同埋社會結構都好類似。